南京好所在，回超市里向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因为门家侪是中催者，大家侪要走去到屋里向人投钱嘛。现在辰光南来北往，介满个热。那么上海方向去个后车道位浪，手还一个30开外的散户，边浪向一个5、6岁的男三男，一看就晓得搿个是娘儿子两高头。散户生得蛮登样，两条水色个眉毛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蛮有味道。干干的白两，嘴唇有点浅，高上油墩墩张面孔，搭配起来，但是一只太人欢喜的娃娃脸嘛，显得既活泼又漂亮。不过现在辰光这面孔是非得发下落外高蛮难看呀，两只眼睛满绿子，眉头当脚么朗朗动气，哼，这啥死老太本来蛮好呀啊！搿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嘛，一家人好白相相对伐？大家这老太婆偏偏要从乡下上来到南京来过节了。哎，我还刚刚过了一生哦，搿鼻头给我出了么也要大，哎呦不得了嘞！啊，一个小的女子，我个老公搿只面孔马上就难看哦，叫啥想么不像一毛头一样。说吧，哦，我讲不得噶。好呀，哦，侬跑，哎，侬跑我就不会跑啦，我跑得比侬远嘞。哎，我带了宝宝回上海，快了妈去。侬小，我也小，跟侬一道小。葡太太从乡下上来，一带儿子搭过中秋节，搿媳妇心里不开心。就说到男人挨边去么导致儿子也觉得又为上海娘家气灾。搿种事体现在多少？哎，但是个娘不老懂起，搿小囡也不懂，拉拉娘的谁知道？妈妈，妈妈，做啥？我们干嘛要到上海去呀？奶奶不是要从乡下来吗？奶奶最喜欢我了，她会给我带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。奶奶她最好嘞好嘞，不要烦嘞。那个，侬到那样样个喏，心里只有一只老太婆，听也不要听。哎，辰光倒还早嘞。宝宝啊，多陪我吧。先吃眼蛋糕好吧？不，我要吃旺旺饼干。哦哟，花头透嘞。哦，旺旺饼干喏哦。娘儿子两高头亲亲热热，突然间只听边浪向，哦哟，喂，你这个女人怎么走路的？不长眼睛的啊！你看看踩了我的脾气，哎，说你的没得听见啊？哎，你还晓得这是什么牌子啊？皮尔卡丹啊！说了你也不懂，啊，你说怎么办？啊，对不起，哼，对不起就行了。什么？擦干净？我跟你讲。我这双皮鞋啊，就是街上专门擦皮鞋的，我都舍不得让他们擦，你擦的真是。啊，你这个女人怎么不开口了？啊，变哑巴了？啊，你这个女人什么意思啊？看得蛮清爽，小队哥手不还有一个男人，平顶头黑长长，耳朵多么胖墩墩，哎，身上搿台西装带是别挺，身上可惜，介绍搿个领导带到里向比外头长出10杠一头。只随我讲嘛，拉拉哇啦，里门前来还有一个中年妇女，因为背自高嘛，面孔看不清爽，正了对个男人一是白里一是淡气，别说得过啊，大子女一叫不当心呀。哦哟，那个男人啊，他够混讲，搿白人讲嘛，不当心大子那家搿哪打在后面缩手着啊，为了背不清爽嘞，哇，一个女人是一个女人。哎，女人们哪讲？女人还起码干，干嘛也试试看呢？你该到本来就不适宜了还要，所以来起身来。宝宝，当妈看好位置，不要走开啊！过不来嘛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还讲道理哈？哎，人家跟你赔了你道了歉了嘛，好了哇，还要烦？有什么烦头呢？哦哟，皮尔卡丹，皮尔卡丹有什么稀奇呢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呢，我们上海陕西路呢，40块一双，70块买2双嘞，不要太多哦。哎，你不要瞎讲，什么40块一双？我这双皮鞋你晓得多少钱啊？1400块，正宗的啊。正宗嘞，哎，正宗于哪能呢？不得了嘞，又不是没见过。哎呦，啊，算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位大姐啊，就是太好说话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对这种人就是不能太好说话。哎，那，哎，你们都听见的呢，你们来评论你，他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在，你都大搞30句不别才在，好在，哎呀，那么少光句，那么标不在，就是嘞，他要是少说2句嘛，老早就没事嘞。哦哟，大
大姐，走吧走吧，不要去理他，这种人一点素质都没有。走吧走吧走吧。那么中年妇女跟着三五过来，三五拿中年妇女打过来，打得位置对浪向三头忙正身浪向一的，位置空出来么娘里说话了。三五对整个中年妇女浪忙忙，想想那个人脾气实在很，刚正别人家守得的那穷凶角子，人就牺牲自己。我去帮你猜猜吧，反过来让求我不知。哎，刚正的分队里仔细看，现在坐定下来嘛，大家队里哈哈讲，口口在。细细看他风飞，他是那牛是临风明月生辉，40周余年纪，五官端正，所以个种越看越憨厚来的。高堂朴素大方，自然而然个不能一种亲切。哎，最大的一个双眼睛，但是也是愚柔，也是疲惫，人好像有点神思恍惚。谁就是你真不生下谁？再不随他天生的胎生以后，只见他亲切地笑，杀去的杀啤酒后退，深深大喜把口开。小梁内啊，今朝的事体，假使不能帮忙时，也不晓得哪水上来。真个小梁内啊！哎呦，阿姐侬不要客气啊！大家出门了外头嘛，互相帮助应该，侬不要放在心上啊。那俺到子儿子到上海去啊？嘿，带伊到外婆家去看看呀。哦，看到嘛，你到娘原来十个些个侬，真个福气。哎呦，阿姐侬讲得好。哎，喂，阿拉讲讲到现在，姓啥叫啥不晓得。哎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上海人徐，叫徐玉来。阿姐侬呢？哦，我姓尤，我叫尤锡芬。哎呦，晓得呀！阿拉两家头三姑娘上海唱有这个知名演员了。哎，侬也到上海去白相？哦，我不到上海去，不过我想请你带至上海之后，也能帮我一个忙啊。不灵着，搿打白不平打出是麻烦事体来，要我帮忙，不知帮啥个忙？哎，阿姐，侬要我帮啥个忙？拍地板。拍地板？是呀。我想请你带至上海之后，也能帮我往南京发一份地板啊。从上海往南京发一份地板？是呀。哦。真个麻烦呢子。那这个是地板的最高，搭子拍地板的动力呢。那么你在这上头小个拍，谁考虑着啊？南京只足有5号之一，沈玉珍。沈玉珍是我葡太太呀。啊，因过胎时佳期。祝妈妈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明仔是中秋节，还是我葡太太60岁的生日。儿余生金过。哎，阿姐，余生是侬啥人？余生是我丈夫。那么侬的意思就是讲，我到了上海之后，等那丈夫从上海往南京等那胡太太发一份厚地。奇怪。将我带至上海之后，代理男人从上海往南京发一份地板，还是意思讲，你这个男人应当辣上海，那么辣上海啥子自家不拍，也麻烦我来拍，也没个儿子不想，那么不想那也拍这个，啥子为了麻烦我，大家弄弄清爽了。阿姐，
那先生辣海上海工作伐？是的。搿么伊做啥自家勿拍？我葡太太往年过生日是年10月8号回来的，那么今年嘛，你是60大岁呀，所以我葡太太60大岁嘛，我是咋怕我丈夫也忘记脱子了。搿么伊年年拍电报，哪能今年会得忘记脱？今年里，伊哪能？你看你欲言又止，悲痛欲绝的样子，奇怪，到底是哪一桩事体呢？唉，想我哪跟你讲，你也哪想得到我？我把那个是一个对女人来讲，再再不忍，再再伤心的事体了。
么后来哪能呢？水凉香，水凉香中吹江干，涛声大配呀配配呀配来了，我哈江后灵们，睡了一个星期之前，余生出海去这一生，刚刚在公海浪嘛，谁碰到熬过海带树，死吃了往抢着你祖国单位起点宇宙。为此单位同伴生命色彩的污染，气炸当机立断的命令向海带树出击，随了这个一场走队当中，我个丈夫余生里失身。这个几年来，我自个也不晓得是哪听过来的。但今在再老嘛，哎呀，万一我想到明仔日是中秋节晚，如果我不太太看见余生走来嘛，又会得哪想呢？那么只能生女像以前一样，娘里虽然一份地板嘛，还教他一个女性，但是这份地板很少人帮，我也不愿意去麻烦部队里的水长当余生的周瑜，所以只能带车来，相信一个能够帮我忙的人。搿能一桩事体，今年的中秋节，对你屋里来讲是计划的送宴，既然是我葡太太60大岁，还是我的余生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。本来该趟的中秋走来，是你结婚以来一家门第一趟吃大油饭，我的里还想来吃一桩新牛，因为当年结婚辰光时间特意接触。所以连上结婚债都不来得及喊接拍，所以想准备等你这趟走来嘛，阿姨说了结婚纪念日里带英女去拍一张漂漂亮亮的结婚债嘛，还做终身留念。自从晓得你这趟中秋节走来，你一家门欢天喜地等啊等，但是等来不是你走来，而是再来，世界还有一个人，生不随不离，非要光从看见你的辰光，生死慌。世界头个担子落了一个女人的身浪向，你家里哪承受得了？现在辰光看你自家伤心，想还是我来求求你吧，阿姐，你莫讲口水，都是不分，我不
哈对他已明白，只怕海秋。夹着七口的舌子，勾成一阳城，勾成一阳城。要来些，以前一直以为天下世界到底也有知人知晓的人，与其来让这个社会实在为实，也以为也小人，但是真正事体摆在门前，啥人的小手不不为自家担当？老实讲，自家3年家过得10亿，过得10万才是真的。但是今朝，各位军师来让10gang的情况下头，首先想到的是自家阿婆，而我呢？来让对待吴太太的态度浪下，我应当马上回转去认罪吴太太，但是个问题吧，原来我上海还是要去，但是上海第一桩事体随时要发个问题吧，顺道便走去看看自家妈，明早一早我再赶回南京，得吴太太欢欢喜喜、头头悠悠过一个中秋节。旅客们请注意，开往上海方向去的305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，请从3号检票口检票上车。哦，阿姐，车子来了，我要走了，侬放心，地包事体我一定得侬办到。哎，侬自家身体保重啊。谢谢你啊，那么祝你到拜拜一路平安。3位啊，3位啊，3位啊，豆皮大吃结束，请听我的。